咱今仔先来讲迄个台湾的传统戏剧甲俗语啦，吼相关的俗言啦，好无？吼，好，来规则开始啦。恁伫倒位有看过戏？有看过传统的戏无？伫倒位有看过？台湾是倒位？台湾的倒位啦？倒位就是台湾。庙口啦，啊，过来咧。戏园啦，戏园啦，吼，买票入去看的哇，戏园有啊，吼，啊庙口啦，啊，干啥？国家剧院。国家剧院，剧院呐，韩国强调了剧院不是妓院，对吧？哦，是不是安尼吼？哦，啊，你都会电视有啊，吼，啊那吼，拢什么时阵会做戏？什么节日？嫁出会做戏啦，啊，来上接看到的是啥物？新兵生啦，新兵生爱做戏无？爱嘛吼，新兵生做戏啊吼，啊，佮扣啥？扣顶口钱有扣过无？有啦吼，人丁女口啦吼，有啊吼，查甫的好，来，迄个恁兜查甫的几个？查某的几个？3个4个。查甫的3个，查某囡仔4个啦吼。查甫一个扣15块啦，吼，啊3个就45啦，吼，啊查某囡仔4个一个扣10块啦，吼，所以加起来你爱拿85个顶口钱啦，吼，是不是安尼？啊会当讲我袂纳无？哦，我讲我阿门，哦，我阿拉会使袂纳无？袂使吼，袂使伫古早传统的台湾社会是袂使无纳的哦，无就讲啊，欠妈祖钱，呸，是不是安尼？欠妈祖钱啦，你看偌严重就好啦，吼对吧吼？所以咧吼，迄顶口钱啦，吼一定爱收嘛，吼对无？是不是安尼？哦啊新明生啦，做轿啦，啊搁来咧，入庙啦，入庙爱无？爱做戏无？爱啦吼，若无做戏，咱讲啊，这庙到底是安怎？入庙搁免做戏？啊？啥物？庙头前啊吼，爱看款就是我头仔讲遐嘛，新明生啦吼，还是过年过节啦，啊有一种戏啊吼，写神啦。有一种戏啊吼，敢若迄个啥，就敢若台中就阮万和宫吼，台中有一个古庙叫万和宫啦吼，迄古迹啊，台北有一个宫啦吼，看你足少庙会有啦，叫做啥呢？二世戏啦。啥物叫做二世戏？你知影吼？二世戏就是逐世轮流出钱，互人来做戏啦。啊，逐世轮流出钱，爱大姓才拜着哦，毋是讲迄凊彩姓要拜拢会使哦，拜入去，阮台中号算大姓，所以有拜入去啊吼。啊，迄个啥？有姓林的无？有姓林啦吼。你看林的要做几工啦？今年要做几工？你讲啊，你姓林啊，你要做几工？你讲啊吼，10工好无？10工好无？哦，好啦吼，做10工啦吼。伊就讲啊吼，阮姓林的吼，有人阮遮吼，什么林志玲啦、林肯啦，拢姓林吼，是毋是安尼？吼，做10工啦吼，是毋是安尼？做10工啦，嘿啦，付10工的钱啦，吼。啊，搁来每年啊吼，姓李的做，有遮有姓李的无？有无？无姓李的啦，吼。伊讲吼，阮有李鹏啦，吼，李光耀啦，吼，李奥纳多啦，吼，姓李的有无？啊，爱做几工？爱做几工？20啦，敢若当加袂当减对无？是毋是安尼？迄是生比拼呢，你今年做10工，明年话我敢会当做比10工较少？袂使，敢若塌起哩尔，你知？一直塌啦。本体做无几工，你知影今年总共做几工无？2个月佮5工啦，逐工伫遐做，你看有效应无？逐工伫遐咧做2个月佮5工啦，有无？迄叫做二世戏啦，吼，啊，迄是姓啦，吼，二世戏安尼啦，吼，好无？吼，啊，搁来啊，吼，迄个啥，迄个。有二九暝有出去看戏过无？无对无？二九暝咱拢咧创啥？拼厝内。拼暝啦，到暝啊，毋免讲拼厝内去死啦，迄二九暝围炉啦，对无吼？围炉啦，吼，啊围炉有一个叫做酒会有无吼？酒会啦，守岁啦，吼，是无？是毋是安尼吼？啊吼，守酒会啦，是安怎？是安怎？我若愈晚困安怎？爸母也愈老啦吼，所以恁囝吼，若咧23期啊，拍麻将啊，困去，你就毋好甲动咧。讲啊，毋较紧去困咧吼，伊会甲咱怎伊讲恁爸是为着你呢，是毋是安尼？
伊想要较早困的啦，安尼听，伊想要较晚困，伊是想要拍牌啦。但是就是有即个风俗啊，对无？是不是为着恁，对无？是不是安尼吼？所以咧吼，活较久嘛吼。什么人会走去看戏啦？毋是厝里二牌啊，伊迄个拍麻将，这出去看戏是啥物人？啥物人？我台湾话有一句俗语啦，讲有欠过日。无欠过年啦吼，啥物意思咧？顶多是咱互你欠嘛吼，过年啊吼，是安怎过年无欠过年？咱找伊就讲吼，恭喜恭喜恭喜，欠我2000万的现我，会使无？袂使啦，过年安怎啊？无咧讨笑的啦吼，无咧，所以上尾一工会当讨是当是二九暝嘛对无？二九暝一定是厝里围炉对无？所以讨笑的，那你是讨笑，你就当时去二九暝对无？吼。所以吼，若无钱的讨嫌要安怎？走去对无？走去外口是上寒的时阵啊，对无？要倒，所以庙啊吼，二九暝画庙会做戏，你知影？真大心，为着要互遐个啥，欠钱的去遐个，有所在通估啦，安尼听有无？迄种叫做比祭戏啦，吼，有人讲撇祭戏啦，有无？二九暝演的啦，吼，是毋是安尼？若去做兵啊吼，以前吼做兵有做通报有水鬼啥对无吼？因为进前是拢讲啊吼，你抬偌济人头算偌济功劳，到尾啊人头伤重伤歹干有无？该做啥？耳仔愈济，耳仔啦用耳仔来做单位嘛，所以互相去啊吼，拢无咧挂人头的，拢干那甲耳仔挂落来就抓去啊有吼，万一耳仔用挂伊啊啥哇，以前搁烧战啊，甲中国咧烧战的时，所以吼囡仔若去做兵，平安转来爱做戏无？系对无吼？平安戏哇就是讲感谢你啦吼。政令宣导敢爱做戏？我问恁啦吼，今仔甲恁讲吼，来明仔载中昼大家拢来啦，我要政令宣导，恁有要来无？无啦吼，无要来啦吼。若讲吼，明仔中昼啊吼，要做戏，大家要来看无？要哦，对无吼？要来看戏哦，对无？所以吼，就开始演嘛，演到一半就一个人出来。讲就是当紧张的时候，戏就停落来，一个人出来，咱本数爱分类，吼，是安尼。日本时代啊吼，咱台湾人毋是拢有留迄个头章无？迄大清帝国的迄个留落，伊拢互你加头毛，你知影？大家拢毋肯加嘛。伊讲来，咱来看戏啦。伊若甲你讲要来甲你加头毛，你要去无？你毋好对无？吼，讲来大家来看戏，政府出钱请大家看戏啦，要去无？好哦，对无？就一乡镇去，大家就去看戏哦。看了以后，戏拢演煞，戏的中拢无停无广告啦。看了以后喏，来，敢若一个出口嘛，对无吼？来，每间的咔嚓出去，咔嚓出去，咔嚓出去，哇！所以吼，是安怎爱做戏，要吸引大家来看啦。卖物件要看戏无？会啦吼，卖物件，伊若卖物件是爱念歌啦吼，无一定是做戏来念歌啦。念啊紧张刺激，就是讲吼，目睭蒙，流目油，看袂清，看袂明，往来看做西瓜饼，哇！话就袂讲啊吼，咱这药啊吼，绝对有效啦吼。反正吼，冷水烫着四蛇加着伫楼骹挂去楼顶，现有效啦，哇吼。保证啊，用落以后，车眉互你卷转去啦，卷的，稳久的互你亮直，黑久的互你睡袂喘，听有啊，听有啦吼，变用变有效安尼啦，爱听有啦，我就是讲，遐做戏嘛吼，吸引大家来嘛吼，对无？各位乡亲小弟今仔初厝内较有几部地，有无？是毋是安尼吼？所以就是安尼嘛，无就爱安怎？伊就爱唱歌嘛，歌来念歌咯，互恁听哩，毋免扣钱咯，免着惊话，哇！一直唱来哇，是毋是安尼？就是安尼啦吼，所以咧吼，爱做戏无？爱嘛，对无吼？还有另外一种较特别的戏啦吼，叫做法戏啦。你知影咱台湾咱细汉有共偷通过水果无？有啦，厝里冰箱啊，足侪水果啊，拢无要食有吼。若共偷肉的迄鸟盘啊，以前足酸、足涩的啦，哇，足涩。安尼肉软切的，安尼加入，哇，够好食的，是毋是安尼？厝里冰箱一大堆拢无爱食哦。偷肉无，
啊，台湾以前种甘蔗足济啦，吼，伊有一句俗语安怎讲咧？伊就讲吼，一支就安怎，一支刷刷去啦。啊，你头版一两支迄高囡仔摕去食，无差啦，互你摕去食啦吼，一支刷刷去啦。啊，那两支就安怎，插得起啦。得起是啥？得起就是得啊机啦，得啊机毋是尖尖有无吼，所以叫得起啦。咱有俗语讲啊吼，公正得骹无得起，公正火器飞机器。什么意思咧吼？公正就是正人的啦，公家的啦，公家的公众啦，吼，迄是口音的问题。公众的得啊骹啦，无得起啥咯？大家拢捡转去做茶烧啊，对吧？吼，喝茶，无得起啦。啊，火器是啥？公众火器。公正是啥物物件？火器啦，火器是啥物？火器就是外口的走，系啦，外口的走人啦，吼，外口的走人啦，你吼。公正火器就是大家的公家某啦。哦，你若大家的小三，你足侪人咧包起，规矩矩是安怎？大家拢互伊钱啊，规矩矩哦。迄意思就是讲吼，一个团体吼，若大家拢伫要伫内底摕资源，伊就安怎？公正得骹来，无得起。啊，若公正火器咧，大家拢摕钱出来，互迄个团体有无？规矩矩有无？吼，是毋是安尼？吼，迄叫得起啦，吼，得起。好，所以吼，一支就刷刷去啦，头版一支两支就互你食啦。啊，若头版较济咧，讲尻川对无？插得起就是讲尻川的意思啦，吼，就甲你讲尻川啊，搞死囡仔甲牙头咧。啊，若三支咧，你甲我修成的1/3拢甲我慢慢去啊！你要叫我安怎啦，对无？叫恁的爸母出来讲啊，对无？3支发一病去。吼，回室内西门风啦，你听有无？吼，来回室内啦，迄个西门风嘛，对吧？吼，所以一支刷刷去啦，两支就插得起啦，3支就甲你发一边去啦，有无？吼，是毋是安尼？另外，恁知影发戏上接的是啥物物件无？你有看过发戏无？迄发戏话甲一半拢会有布棚搭伫面顶讲，到底啥物原因发嘛？上接看到就是迄个啥逃课凶咧。讨客兄哦，面顶来讲某某某讨客兄讨着某某某，啊，啥物人爱出钱？啥物人爱出钱？客兄啦，若叫迄个翁出钱，就无天良啊，对无？是毋是安尼？吼，客兄爱出钱啦，吼，客兄爱出钱，啊，客兄出钱，奇怪，迄某讨客兄是。足见笑的代志对无？吼，啊，但是吼，伊安尼某某某讨客啊，啊，着真正的人拢知影对无？以前台湾的迄西门风的风俗就是遮奇怪啊，对无？是毋是安尼？袂像咱用甲规砖头拢知影才会使对无？是毋是安尼？讲这叫做西门风啦，吼，对无？有无吼？啊，其实足奇怪啦，吼。好，这边有2个他们很好奇，你讲了他们不是很明白，可不可以讲一点？所谓的法戏啊吼，罚戏啦，就是一种处罚啦，就是你有做毋对代志，人甲你惩罚啦，啊罚你，罚你去出钱来，请戏帮来演戏安尼啦。吼啊，偷客兄就是讲女生有外遇啦，女生有外遇叫做偷客兄啦。红杏出墙，嘿啦，红杏出墙啊，红杏出墙就要以前被抓到的话就要洗门风啦，那个叫西门风啦，就是一种示众啦，游行示众迄种艺术啦，迄种感官艺术啦。啊，其实就是讲吼，啊，就怀疑做戏嘛，啊，做戏面顶就讲什么人偷客兄偷着什么人安尼啦。哦。作用是啥？是要互伊看到。规砖头拢知影啦，吼，规砖头拢知影，因两个甲因迄个处罚啦。嘿啦，啊，自己也丢脸的，以前就是安尼啊，西门风就是安尼啦，安尼对吧？道歉。我唔知啦，你以前咱咧风俗就是安尼咧，咱即摆想法当然无啦，哦，啊，咱讲人吼，客兄是去甲别人的某甲的叫客兄对吧？吼，咱屁手客人对吧？吼，屁手客人晓无？吼，我们去譬如啊吼，客人就安怎讲你知影？安尼啊吼，因甲讨客兄迄个查人叫做福罗妈、荷罗妈，你讲阮是客兄啦，我再讲你荷罗妈，互相骂来骂去啦，这嘛是语言的趣味，你知？像英语内底嘛是有啊吼，因迄啥，虽然富虽然会英语叫啥 ？Go Dutch 对吧 ？Dutch 是啥？荷兰的。吼，对无？迄英国人拢做歌啊，有无？吼，做歌啊，所以拢请全部对无？吼，
啊，敢若荷兰人诞生啦，吼，哇，啊，所以吼随人富随人下啦，所以吼，因为讲啊，咱今仔日行这荷兰地啦，对无？随人富随人下，安尼无好啦，我出就好啊啦，吼，或者高Dutch啦，你听无？所以拢有屁想啊，咱嘛屁想香港啦，对无？所以卡生高叫做香港卡，对无？这甲香港哪有关系啦？迄就是咱屁想香港啦，吼。路西啊，嘛有去互咱屁想着啊！哦，你知影，阮理发路西啊，人咧讲吼，啊讲什物五罗啦，听无听拢无，哇！讲什物五罗啦，听拢无，五罗就是俄文嘛，对吧？是毋是安尼？啊，讲啥五罗哇，吼，对无？啊，伫咱的迄个啥，早起歹势讲，伫咱的语言内底啊，吼，迄萨米朱米迄条歌有吼，迄嘛是无好的啦，吼，听到？啊，讲较好听，袂输咱咧唱国歌咧。哇，是毋是安尼？是毋是无好的事对吧？讲到遮好听，袂输咱唱国歌咧，哇！就是说国歌是无好的，是毋是安尼吼？就是讲每一个语言内底拢有去共屁想的所在啦，迄毋是干那台语有啦，足侪语言拢有啦吼。好啦，所以讲到这啦吼，好啦，所以转来到咱的法语啦吼，咱的法语安尼，所以讨客兄啦吼，对无吼？好，啊，佮来吼，澎湖的白沙的所在吼，白沙啦，澎湖，啊有一个真特别的风俗。伊讲啊吼，迄个啥，禁止跛脚啦，禁止跛脚，禁止跛脚，禁止跛，啊若掠着爱怎发一病戏啦，啊发戏当然面顶会讲啥物人跛脚去互掠着哇吼，是毋是安尼吼？就是安尼啦吼，所以迄号做发戏啦吼，所以啥物啊，先有啥物代志拢爱做戏，啥物代志好袂歹拢做戏喎，吼是安怎？因为古早无牛肉嘛，古早敢有迄手机来咱算个曝光了，无嘛对无？啊，所以大家闲闲无聊要创啥？看戏啊嘛，无电视嘛，无啥好看啊，所以大家就去看戏嘛。所以受康就是要创啥？要看戏啦，对无？吼，要看戏啦。啊，你无想讲啊，这戏就无啥，迄台湾戏啊，对无？咱若讲着咱家己啦，啊讲着人就哇，对无？是毋是安尼？恁知影雷神索尔无？迄电影有一部，即马好莱坞的电影吼，叫《雷神索尔》吼，就一个人举一个讲，主要有袂讲安尼吼，无啦。迄个全世界有名的啦，啊，其实伊伫迄个因的国家，迄嘛是民间故事啊，甲咱南投这的故事是共款啊。迄个魔神仔的故事、鬼仔故事安尼尔嘛。就是咱若听着南投这啊，南投这哪有啥啦？啊，若听着雷神索尔，啊，袂歹。啊，偏偏拢民间故事咧，咱听着咱家己就感觉真路线，啊，听着别人就感觉足高尚的，无迄种代志，对无？莫想讲传统的教育吼，就传统的迄个戏曲吼，无啥物功能啦。伊有迄当阵社会功能，迄个年代啦，伊有啥物功能咧？伊有教育功能啦。你知影阮隔壁有一个阿嬷啦吼，伊少年吼有殴打父母的习惯。吼，爱拍父母，啊！自从伊看到木莲救母以后，吼，哇，足感动的，就改掉拍父母的习惯啦，你知吼？吼，啊，隔壁一对翁仔某啊，吼，迄若感情无好啦，吼，感情拢无好，定来冤家。啊，看到王宝钏啦，苦酒寒窑18年以后，哇，翁仔某感情改善啊，无？吼，是毋是安尼？啥会苦酒沾寒窑18年？你知影？因为无找永庆房屋啦，吼。所以租袂着嘛，卖袂出去，对吧？无找迄个中人啦，哦，是无？啊，所以吼，另外一个就是苦酒寒窑，有无？像我讲酒毋是酒，酒是酒伫遐有无？啊，酒是杯酒的意思。啊，寒窑怎么好互你杯酒的？无人要偷摕对吧？所以是酒伫遐，所以毒夜无伴安怎？酒啦，酒定下啦，哇，酒哦，无唱酒哦，迄是毋对啊，酒甲酒无共，对无？酒甲笑无共，咱今日已经讲过，台语分甲足有路的，对无？华语拢是熟啦，有无吼？吼，是毋是？台语就有分哦。好来，不管啦，好。所以呢吼，啊，佫来咧吼，你讲啊吼，迄个阿嬷毋捌字啦，对无？但是伊知影真侪代志，吼，是安怎？啊像伊知影历史的地线拢是对倒位来？看戏嘛，对吧？伊知影历史拢是看戏来的嘛，对吧？啊，囡仔咧，我跟你讲，囡仔吼，对囡仔歌内底，会当毋是囡仔歌啦，囡仔迄个七字仔啦，恁知影七字仔歌无？戏曲有一种叫七字仔，七字仔就是我头仔念迄就是七字仔，我来念歌互你听，七字有啊，毋免捡钱，免着惊有啊。迄歌册啦，以前有出好这歌册有啊，吼，有两个册剧上出名，一个定拿册剧，一个水城啦，吼，啊吼，迄细本仔呢啦，吼，啊有一篇啊吼。叫做《好神梦啊大正歌》啦，
好心甲放啊相拍啦。哦，你讲世间万米，伊安怎开始讲世间万米有限地啦，好心放啊起冤家啦。哦，什么为着三肉的代志安尼啦，拍甲什么大高家安尼啦。吼，反正就是迄个开始啊。啊，好心靠伊大箍背啦。吼，安怎啊？就是讲甲放啊拍甲外国饲出来咯。啊，放啊就去倒去讨救兵咯。吼，讨一阵放啊来，啊一阵放啊来以后安怎？吼。你就是安怎？免火人挡大阵教对无？毋对啦吼，好心嘛是共款甲伊拍甲安尼，拉甲伊网仔骹规涂骹拢是啦，你看偌惨了啦，吼，是不是？吼，啊网仔毋愿啦，就转去啦，搁搬救兵啦，啊搬送来善翁啊啦，啊好心就惊伊啊对无？是不是安尼？啊好心来，啊好心就毋甘愿，就去搬救兵，啊一个搬一个搬，一个搬一个搬，是不是安尼？迄故事就是安尼来嘛，对无？哦，啊安怎？最后什么人来？什么人上厉害？你知影？无人歹啊！最后迄只是啥？蜘蛛啦，蜘蛛啦吼！什么人拢惊伊哇！啊，迄内底啊吼，有足侪通拖的名啦。吼，你知影的、毋知影的，拢伫内底啦。啊，囡仔若听迄种歌吼，足趣味的对无？吼，但是啊吼，伊佫有剧情嘛。吼，但是你就是会知影讲吼，哇，这迄个啥，会当学着足侪通拖的名。像伊内底有讲到一只叫做石工。你敢知影石工是啥？人讲啊，咱点久伫遐拢毋叮当，那石工咧，吼，石工是啥咧？迄是一种山林的迄个四脚啦，水鸡啦，啊吼，啊伊的色甲周围的色足相像的哇，但是啊吼，伊就拢无啥爱叮当嘛，吼，所以就是保护色嘛，对吧？迄叫石工啊，咱嘛毋知影对吧？但是你若看好心帮啊大正歌，你就学会着遐个通拖安怎叫，对吧？啊，若要学水族咧，有一个叫做李罗车大闹龙宫歌啦，内底有足侪啦，像咱讲鳝啊，蚵仔鳝有无？吼，迄尾鱼有无？吼，无你哪会知影要怎叫？你知影我有一摆去食日本料理啊吼，我甲问讲吼，恁今仔什物鱼啊较青啊？吼，老啊较青，你甲讲啦吼。伊讲吼，我们有虱鱼很新鲜的，虱鱼一个鱼字边，搁一个鳃啊鳃啊。你敢知影虱鱼是啥物话个？毋知影嘛，我就讲吼，拜托诶，你用我听话甲我讲好无，莫讲什物虱鱼好无？哎呀，想想咧，伊讲一下，我想想，青柑啦，哦，青柑你嘛毋知影啥物味对无？但是你有食过红柑无？有对无？啊，你想起来就青柑就是甲红柑迄味差不多啦，你就大概知影伊啥物味对无？所以你看是毋是安尼？啊，你若毋知影叫青柑咧，吼对无？啊，鲱鱼咧，鲱鱼。对啦，鲱鱼的台语叫肥乌啦，肥乌啦，乌鱼啦，会飞乌鱼啊，叫肥乌啦，有无？吼，是毋是安尼？迄个华语拢无共啊，什么红心梭子蟹，我要去水族馆看才有啦。啊，若要卖3点啊，吼，菜市啊就有啦，对无？是毋是安尼？所以囡仔就对迄个内底，就会当认捌遐个物件安怎叫，对无？吼，啊，搁来咧，若要知影迄个啥物水果、竹啊啦，毋知，就是讲迄个树。说个啥？迄个草啊、树啊，安怎叫？要安怎？要安怎？就爱看一个什么观世音菩萨，什么唱拿歌，就是讲，迄内底就有足侪迄个物件啦。啊，无咱拢毋知啊。我问你啦吼，什么红嘴黑背，迄台语要安怎讲？毋知影哦，迄台湾就食看到迄鸟啊，对无？啊，咱就知影敢若白灵丝啦，吼，对无？知影啦，啊无乌秋啦，其他拢触鸟啊啦，其他拢毋知影对无？吼。翁公西啦，啊，你就一条歌叫翁公西，哎哟白茫白，无人请伊着家己来。哇，翁公西就是迄啦，红嘴黑白啦，啊白茫白咧，画眉啊，对无？有无吼？嘿啊，啊就是家己来嘛，无人请家己来，迄请啊若修成啊吼，若熟伊就来啊啦，啊免人请伊就家己来，有无？所以吼，你看咱的教育是毋是甲咱土地？脱节有无？吼，像我来问阮查某囝讲啊，迄六角菇，迄六角菇就是独角仙啦，吼，迄一个角就是六角的，有无？六角菇上爱食啥？伊讲光蜡树，哦对啦，光蜡树，啊光蜡树台语要安怎讲？迄台湾早前就有诶啊，无台湾早前无六角菇哦，光蜡树，毋知呢，哦加油树啦，加油啦，吼，迄蜡油啊，吼油啊，啊光蜡树就是。加油树，啊，因为啥人叫加油？加母虫有无？迄种菇仔的细只拢叫加母虫有无？加母就爱创的有无？啊，加母虫诶变成迄只菇有无？吼，啊上爱停伫面顶，所以叫做加油树啦。
嘛有人讲白加油啦，吼白白啦，吼有无？所以咱拢毋知影嘛，因为咱个教育啊吼，完全甲即个土地是脱节的嘛，对无？是毋是啊？咱头我就讲过啊，数学嘛脱节，地理嘛脱节，生物嘛脱节，啥物拢好。好啦，不管啦，啊古早人袂是安怎？伊古早人拢看戏啊，对无？所以有教育的功能啦。啊，联谊的功能是啥物？你知影？哎呀，像讲吼，咱即摆平常时迄查甫查某啊吼，若拢伫厝里。啊，拢是工课，做工课的厝人，做工课的厝人，敢有机会交着男女朋友？无啦，对吧？吼，无啦，吼。以前咱细汉读册吼，拢讲吼，你即摆也伤细汉啦，等你大学以后才来交，对吧？啊，大学以后就讲吼，你即摆嘛是还伤细汉啦吼，等你吼有头路，稳定的头路才来讲啦。啊，有稳定的头路，逐工上班，等来厝里上班，等来厝里，我煞无时间通交啦，对吧？吼，是毋是安尼无机会通交？啊，迄当阵要安怎？就袂当结婚啊，要安怎？相亲免啦，去看戏啦，对吧？吼，啊，就去上有啊，吼，上讲吼，倒一个真介意对吧？啊，你假无伊跋倒无，就互伊揽咧啊，对哦，啊，就我开始一段恋情啊，对无？是不是安尼？吼，啊，当然啦吼，联谊嘛，无一定是迄个啥物查某要熟识嘛，吼。咱联谊啊嘛，即咱讲足久无看的朋友，啊，平常时嘛无一定联络啊，吼啊，常常伫戏班看到。啊，某某人啊，你还袂死哦！啊，真好真好，你嘛还袂出山哦，真好真好。有啊，是毋是安尼？联谊功能哇，啊，就想开讲好斗啊，是毋是安尼？吼，开讲啦，吼，联谊啊。啊，搁来就是讲吼，伊有议政的功能，啥物对议政的功能？就是讲吼，消套啦，消套北来的袂爽啦，对无？吼，听有无？吼，咱咧传统戏剧啊，吼，咱咧看的时，拢会甲家己带入去内底做啥？主角嘛，对无？吼，一定是带去做主角，无你讲带入去主角迄只狗，袂嘛，一定做主角嘛。所以传统戏剧啊，吼，敢会当最后奸臣得胜，哇哈哈哈！就知影会使无？袂使啦。传统的戏剧，尤其是野台戏，毋是剧本迄种野台戏，一定爱大团圆结局，一定爱好的结局啦。奸臣若赢，最后哈哈哈戏结束，一阵人就袂爽啊，对无？就是大家骹等你啦，吼。看你要死伫大家顶，也是大家骹啦，在你啊，你经一个啊，好无？所以叫伊一定爱伫知影这。咱讲啊吼，俗语啊，咱讲啦，无开奸臣互人看。观众唔愿散啦，对吧？是不是安尼？我一定爱奸臣来排啦，吼，是不是安尼？吼，啊，牛三撇甲祝英台是毋是悲剧对吧？最后拢死去嘛，对吧？吼，会使无？袂使啦，袂使啦！你若去看野台戏的牛三撇甲祝英台，伊会安怎演？你知影？伊会演讲啊吼，因拢死去到阴曹地府，阎罗王一现生死簿，哎哟，牛三撇你的寿命都还未到咧，所以吼，就赐牛三撇一罐还阳水啦，还阳水吼。啊，牛三撇吼一拍开，我再来一罐啦吼。我一罐祝英台啦吼，啊来啉落吼，哦，啊伊就香还阳啦，对吧？吼，你挖起来啦吼。啊，马文才就显啦，哎呀，马文才你的对象啊吼，照迄个生死簿应该是台北市许纯美。讲出以后就过了幸福快乐日子，对吧？是不是安尼吼？所以你吼，民间的戏剧一定爱安尼啦，一定爱安尼。是安怎你知影？是安怎你知影？因为吼，啥物时阵演的啦？入庙拢好代志对吧？结婚啦，入庙啦，啊入庙结果演一出火烧红莲丝，烧甲鸡仔无半只会使啦，袂使啦对吧？袂使对吧？吼，袂使，一定爱好的结局嘛吼。啊若结婚咧，结婚演一个迄个啥物最后两个拆线嘛袂使嘛对吧？你知影我有一届吼，好的嘛爱紧哦。我有一届吼，就是去看人做戏，人结婚，请人做戏细汉时，结果演啥物啦？单杀五娘。哦，咱才有讲了，啊，单杀五娘是好的结局，最后有做伙嘛，对吧？哦，最后因为野村的斗相共，但是我较大汉真爱想讲啊，啊，迄安尼敢对？
迄是一个翁娶两个某的故事，对无？是不是安尼？五娘甲野春做伙嫁互迄个，当中嫁互迄个陈三有无？啊，婚礼放个一个翁娶两个某的感好，是不是安尼？大某小姨的故事哦，所以伊一定爱大团圆的结局啦，安尼听有无？安尼听啦。所以伊有以前讲就是，哎呀，我今来叫头家骂啦，同事佫安怎主任佫囡仔佫安怎，足阿在啦。去看戏啊，大团圆结局有无？暂时消掏心内郁卒啦，对无？是不是安尼？要有这义情功能啦。再来佫有经济功能啦，你若去看做戏的时边仔拢有摆啥个？什么杭州鱼啦、射鸡龟啦，好无？什么叫射鸡龟？下鸡龟啊啦，下鸡龟啊啦，对无？烘面墙的啦，拢有对无？是不是经济功能？还细条的啦。恁有去东港看过烧王船无？东港伫倒？你知影？伫屏东啦东港遐是一个足细的渔港，即摆这几年有土路当然，活暗床当然出名。伫遐进前无人要去啦，你有看过？其实东港有烧王船，西港嘛有一个烧王船，一个顶头较济啦，一个烧王船较闹热啦，拢有特色，拢会看者。我问恁啦，王船怎么做？恁知影？纸你就是纸糊的，因为王船要创要烧掉对吧？烧王船就是半暝甲迄个王船塞落海底面免放金纸，就甲烧掉对吧？歹势啦，毋是纸做的啦，Hinoki 做的啦。你知影？阮就带学生去看过啊迄一台一台啊一只一只刻甲安尼水当当，你知影？迄只王船刻甲安尼，哇，足艺术品的啦。问伊讲迄个师傅啊，这样刻一台爱偌济？伊讲练工带料爱500万台票。500万台票，咱甲烧掉，是毋是足无彩对无？但是我问你啦，烧王船是当时半暝啦，拢半暝对无？烧了半暝3点半烧了，后来咱开车转来台北看了，会安尼无？会安尼无？袂啦，半暝3点半你看了，你要随开车转去台北，无可能，一定是安怎？住伫遐住旅社对无？住伫遐旅社有趁钱无？爱对无？你住遐爱食饭无？爱对无？所以餐厅就安怎嘛趁钱对无？餐厅若趁钱，饲鸡啦、饲鸭的啦、种菜，是毋是拢趁钱对无？你要走的时，爱买一个乌米仔鸡走无？会对无？所以做了乌米仔鸡嘛趁钱对无？若无代无志，你会走去东港无？袂对无？若王船是纸糊的，你会去看无？袂对无？就是因为你知影迄是Hinoki做的，佮刻甲遮水，才会当做，你才会去嘛。你知影当年烧王船因趁偌济钱无？Hinoki 就是快木，红快，红快木啦，足好的茶大概伊烧王船遐趁偌济钱？你知影？观光的收入5000。若烧500万，趁5000万要烧无？当然嘛，尽量烧是毋是安尼？所以拢会趁钱啦。恁宜兰有童玩节无？知影无？宜兰有一个童玩节无？童玩节最后一个童玩啦，童玩节上尾一个节目结束是几点？你知影？暗时10点啦，暗时啥暗时10点结束？你知影？以前迄个磅空还袂通之前，即摆有一个磅空足紧的对无？即摆以前磅空袂通，大家拢靠火车啦，因为迄路足歹驶的嘛最后一班火车离开宜兰去等于台北是几点开？你知影？9点发车啦，所以最后一个节目是10点结束啦。10点结束你知安怎？住伫遐对无？住伫遐有趁钱无？有嘛什么做食的啊，什么拢趁钱，像咱老一一寡哇。人讲我国东北有3宝有金枣、鸭掌甲温泉燕菜有是不是安尼？我国东北宜兰有3宝这些。所以所有拢趁钱啦，所有拢趁钱啦。所以迄就是讲民俗拢咧了钱的啦，民俗拢咧趁钱的，你知影？毋若是安尼啦，你知影？迄政府较巧的，伊就爱用这来做政令宣导，你知影？是安怎呢？你看台湾是足侪牌啊，讲什么减速慢行啦，有无？叫你什么减速慢行啊，适踩刹车啦，什么此处常发生车祸无？专华语对无？就插迄溪仔边你若去台湾的溪仔边看，足恐怖的，迄一步就一支啦，因为每死一个人，每淹死一个人，插一支，什么水深危险，什么禁止游泳，什么此处安怎，一堆啦，人要插伊咧，对无？迄就是路无好行，路下我
油门甲打落，站落甲上紧，才显示我的车好，我技术好嘛，对吧？吼，所以水深危险，我受互你看，是毋是安尼？吼，是毋是安尼？啊，但是吼，你啊安怎伊就袂去受，就会打动安尼啊。你看，你若伫溪边插一支牌啊，面顶写头前有水鬼掠交替，掠交替啦，掠交替。啊，若插一个有交替，你看有人加落去受哦，绝对是假的对无？比你插100支好啊，对无？前有亡死鬼抓替身，你看大家去看是打东啊，是打油门，对吧？是打东啊，对吧？所以吼，爱用民俗啦，咱硬来啦，对吧？就是安尼。所以文化的物件就是安尼嘛，吼。啊，你就是讲啊，吼，文化就无啥嘛，对吧？其实啊，吼，除了功能性以外，艺术啦，你知影要发展到戏剧啊，吼，每一个部分拢爱足厉害才会使啦，吼。有爱写剧本无？有爱写剧本无？有啦吼，是毋是文学？啊，有爱后场迄个讲落讲过的有无？是毋是音乐对无？吼，啊有爱跳舞无？有啦吼，你看，即摆歌戏较歹看，即摆布戏较歹看，以前较好看，是安怎？因为吼，即摆拢金光戏，甚至是到尾啊，伊要问就有问对无？以前拢安怎？开顶窗，开下窗。上门走出来看，有无？是毋是安尼？是毋是安尼？以前拢有身段呢吼，因为以前无道具啊，无家私头啊，一定拢爱人去演嘛，对无？啊，你若要伫迄个路要船面顶要去你路面，你来先做一个搬迄个房的动作啊，啊才打起有无？是毋是安尼？所以以前较有吼，这个叫做身段啦，吼，身段啦。啊，身段你平常是安尼比无？你若当伊啊吼，恁查某囝问讲啊吼。妈妈是爸爸，迄电视的迄个遥控器伫倒位？你大家讲，伫遐，对无？我就讲吼，这爸爸妈妈去听何老师上课了，爸爸对吧？就发大伊啊，是不是安尼？所以你平常时袂安尼咧，啊是安怎做伊爱安尼？因为安怎，迄就是一种舞蹈嘛，对无？跳舞啦，对无？一种跳舞的艺术啦，对无？是毋是安尼？所以伊爱有跳舞的艺术无？所以你看，车鼓戏啦、百家将啦、歌戏，迄动作是毋是甲一般人无共？你平常是行落安尼行哦，但是行百家将会安尼行无？会对无？就是安尼行嘛，对无？是安怎？迄就是一种跳舞啦、舞蹈啦，有无？是毋是安尼？爱有人做布景无？有无？迄是毋是艺术？爱填衫的无？爱嘛吼，若迄个呐，布袋戏敢有人刻咧红仔头无？所以是毋是拢是艺术？你若遮个艺术无达到一定的坎站，无逐项拢达到迄个坎站，是毋是无在了变成一个戏剧对无？所以凡是有需要做戏的，迄拢是表示迄个文化的水准达到足悬的，每一方面拢达到足悬的程度，才有在了演戏对无？所以像台湾呐吼，做迄个欧贝拉，吼，咱头讲 opera 哇吼，欧贝拉，现在拢做袂起来，目前了做袂起来，因为人的迄个 opera 欧贝拉嘅各方面已经发展足久啊，对无？啊，咱台湾啊吼，就是还无法度发展遐久无吼，所以还无法度甲人比拼。但是咱的衫足厉害，咱的歌戏、咱的布袋戏足厉害，对无？吼，迄是咱独有的迄个物件，对无？所以迄是综合艺术啦。啊，再来吼，咱的民间戏曲有真侪特色啦吼。第一就是无剧本啦吼，啥人无剧本？啥人你讲吼来哦，我甲你讲，民间戏曲安怎演哦？来，咱即摆要演一个小红帽的故事哦，听清楚，恁拢是戏班的团员哦，恁当然要去演哦。咱来讲一个小红帽的故事哦，我是班主啦，戏班班主。好唔好？来，咱即要讲小红帽的故事啊。小红帽为着要改掉原住民抬人头的风俗。哦，就头剃红毛啊，骑白马，去互原住民抬掉，啊，原住民抬掉以后真后悔，就改掉抬人头的风俗啊。听有迄什么故事无？嘿啦，小红帽啦，对无？假的故事对无？假的故事。好，我讲了啊，大家徛演啊，啊演偌久？2点半钟。我讲了啊呢，我讲了，我讲2分钟，啊，你爱去你演2点半钟，啊，不要来演。我哪会知你啊，对无？你演完去你就演啊，哦，所以迄有甲 jazz， 迄个美国爵士乐有共款有真侪即兴的成分，就是讲啊，临时啦，临场演出啦，对无？吼，啊，你就去演啊，我讲了，谁啊？啊，谁要安尼？
因为写剧本也无效啊。恁知影歌戏内底老一辈，迄学历上悬的叫做啥？叫做廖琼枝，你知影？小学5年无毕业，对吧？以前咱有一句俗语叫啥？父母无写诗，送囝去做戏，有无吼？就是会送囝去做戏的吼，迄拢是父母无路用啦，无写诗就是很没有用啦吼。啊，即摆有人毋知影，拢甲改做无写钱啦，研究话父母无写钱，送囝去做，就是父母无写诗啦，就无路用啦，啊送囝去做戏，有无吼？所以，就是因为厝里无钱啊，无法度互读册啊，所以你写剧本伊嘛看无啊，写要创啊，对无？是毋是安尼？吼，啊，就去演嘛，吼，啊，像有一届啊，吼，演迄个王宝钏，王宝钏毋是咱头仔讲考酒限了18年对吧？啊，伫遐唱袂煞，啊，咱时间要到啊，大家要散啊，吼，咱唱袂煞啦，啊，所以后壁就甲提示讲，紧的啦，浪杠啦，浪杠是什么意思？浪杠就是酸啦，紧走啦，有无？浪杠啦，啊，听毋着你知影？伊听讲我听做吼跳杠啊。哎呦，我苦啊！我安塞无转来，我即摆要来跳杠咯，跳海自杀啦！哎呦，王宝钏若跳海，这戏敢要演得落？演袂落对无？所以戏班的帮主惊一条，你知影？紧一领衫咧披咧，就起来摕一个梁仔就出来，大罗新生金下凡。见过凡间王宝钏，你个戏还未演完，恁个翁婿不久就会会中原，我行去了，哇！所以咧吼，哇，就安尼，所以无剧本啦，你知影？无剧本，这是咱台湾的迄个传统戏剧哇，是不是安尼？吼，迄种即兴，随时爱发挥，你知影？啊，第二啊吼。无乐谱，无征兆啦，吼！啥物叫做无乐谱、无征兆？咱一般听歌是毋是还未开始唱之前，就有一段 melody 有啊？啊，一段 melody，有个人较厉害，伊就知影讲，伊就已经知影讲啥物歌对无？歌戏会当有征兆无？袂当，是安怎？即摆会当啦，即摆拢有剧本对无？以前的袂当，是安怎袂当？你都毋知伊要唱啥，都无剧本，你哪会知伊要唱啥？你个征兆要带哦？哦，你哪会知伊要唱啥？所以拢一个暗示啊吼，我神来了，吼哇，迄其实就是一个暗号啦，啊，讲你要出来走啥物啦，吼，是毋是安尼？吼，啊，迄就是拢暗号啦，啊，才知影啦。就有一届啊吼，有迄个演武上拍好，你知？啊，迄武上去到倒拢唱大马调啦，吼，去到倒拢唱大马调。啊，迄个啥，迄后台就。300家献花哇吼，迄只好已经出来啊吼，啊伊拢想讲啊，说来话武上出来，啊武上逐摆一出来拢唱大马调，伊个唱几十场，伊就开始甲征兆甲走落，我死啦！啊武上呢？哦武上这后壁都23起来啊，哦，紧个啦武上，紧个换你啊！啊，无法度啊！你征兆已经走落啊，你袂当甲台下观众装笑的嘛，对无？一定爱唱啊！啊，要安怎台顶个人一只虎啊，所以迄只虎真可怜的，就轰轰轰轰轰轰，全世界第一只会晓唱歌戏的虎，是毋是安尼？所以袂当有征兆啦，爱听无？因为你毋知影你要出来要唱啥物歌啦，伊一定爱。互伊安怎先唱啦，先唱一句啦，伊才开始锵锵锵，才知影要唱啥，爱跳啦吼。啊，搁来就是啥写意剧场啦，啥物做写意剧场咧吼？其实伫西洋嘛有即种戏剧，就是伊无真正的物件啦。啊，我问你说，火烧红棉时，敢会当真正伫迄个布片顶，戏内顶外放火？袂使啦，若放火就安怎？表示啥？哦，本戏帮的营业到今仔日营业结束，感谢。是不是安尼啦？真正放火啦，所以火烧红棉是无火啦，对吧？吼，安赶鸡，敢会当真正甲一只鸡放去戏棚顶？无啦，啊，就安怎？咱逐个人做迄只鸡就好啦，免演戏啊。所以安怎叫写意剧场啦？好，来，咱今日要倒来台湾啊，要倒来台湾投票啊！来，大家对好哦，哦，来，倒来台湾啊！1、2、3，啾！倒来啊！哇，听无？听无？哦，咱即摆吼要发兵啦，甲咱的啥物，甲咱的土地拢总摕倒来啦，众将官听者，无人赢，无人赢。哦，我要是我即少2、3个赢，我就讲一个人代表100万兵啦，吼，3个人就安怎代表300万啊？他说：“迄布袋戏戏台拢有搭2句对联，然后就是2句话啦做对联。千里路途安怎？3、5步啦，
千里路途3-5步的，哎呦，都等来台湾啊，对吧？哎呦，过来啊，我等你啊，我过来啊，我等你，我过来，好不好？对不对？千里路途安怎？3-5步啦，100万军兵6-7人啊，对吧？看报地迄种迄万教先甲我来咯来咯，哇！迄一时啊就叫人拍到东岛西哇，迄一个人拢代表1万人咧，你无看遐人无对吧？是毋是安尼吼？所以咧吼，就是安尼啦。啊，写伊的剧场啦，就是咱头仔讲的，你爱开门创啥，所以爱有身段嘛。好啦，啊，我问恁啦，啊，若火烧红莲寺袂当烧要安怎？火烧红莲寺袂当真正烧要安怎代表？红色的旗啊啦，嘿啦，红布是红色的旗啊，安就是表示火烧啦。啊，若蓝色的旗啊，代表啥？水啦，大水，水阴金山寺有啊，吼，水就是海安尼就是迄个蓝色。啊，若乌的咧，安尼。头前有妖刀喷毒刷，哇，是毋是安尼？头前有妖刀喷毒，对吧？是毋是安尼？乌色就是毒刷啦，吼，也是攻风毒雨安尼，吼，就是飞沙走石啦，迄个乌色的啦，有无？是毋是安尼？啊，咱坐车好无？咱即要来迄个啥？要来迄个纽约区，啊，坐车好无？啊，要坐倒一台车？坐免住的好无？好，坐免住的来。坐车有无？是毋是免住的？坐车对无？你个会惊两支旗啊啦，哦，哇，啊，举个人徛伫遮啦，开车的人坐伫遮哇，哦，啊，大家就坐后壁哇，啊，你啊对好哦，你若离开旗仔的范围，就表示你跋落车骹。讲笑的啦，你就算离开嘛，还算坐伫遮尔啦。啊，这种车有足侪好处呀。第一，省油啦，吼。第二，好找停车位哇。哦，第三，免纳税，对吧？是毋是安尼？吼，唯一的缺点是啥？较忝啦。坐这种车较忝，干嘛对咧走？是毋是安尼？吼，所以咧吼。这就是讲吼，写意的剧场啦，吼，写意的剧场啦，吼。啊，所以若坐船仔咧，你讲骑马咧，骑马来摕一支长有无？安尼顺咧就当作是骑马啊，对吧？是毋是安尼？所以这叫做写意剧场。啊，若迄布着迄台的面顶放一只细只椅仔有无？啊，若有人骑去讲，哎呀，抬我管来，哎呀，还干吼，腰刀作乱啊！安尼迄个椅仔代表啥？天庭啦，魂啦，对吧？吼，魂啦，吼。啊，若迄只椅共款摆伫遐，一个人打起，讲抬我上城关来，安尼迄个椅仔代表啥？城啦，吼。啊，若一个人起讲，哎哟，爬山来爬到遮忝，啊，就安怎？山啦，有无？所以迄只椅仔在伊要学啥啦，在伊要变啥？迄号做写意剧场啦，吼。啊，因为写意啦，吼，所以有身段有无？吼。啊，嘛爱面画甲无共色啊，对无？吼。嘿，咱若画红色代表啥？血压悬，你中风啊？红面啊，红面代表啥？红面不一定关公啦，红面代表啥？关公是红面啦，啊，代表啥？正义啦，有无？正义啦，毋是血压悬的吼，是毋是安尼？啊，若乌面咧，代表看无好。乌面是歹人，乌面是啥物人？是乌面。张飞啊，张飞是乌面啦，吼，有无？张飞啦，吼，张飞是乌面啦，张飞是歹人呀。你要听到乌就感觉人歹咧，对无？哎，拜托，乌性是毋是好诶，对无？在你遮讲，乌是代表啥？中诶啦，但是安怎？戆诶啦。虽然中，但是无用头壳，是毋是安尼？吼，是毋是安尼？毋是肝无好啦，吼。啊若青面诶咧，青面诶咧，啊去检查身体对吧？青面，对无？青面鸟牙啦，有无？哦，啊若肝肾是啥物色？白色啦，啊毋是走伤久就咧掠喘无？所以吼，医生若去看是拢会有问题，知影无？因为拢看哦，这面是啥物病，这面是啥物病，都袂使，对无？是毋是安尼？哦，所以咧吼。需要用这来用啦，哦啊，逐个人出来，佮有表示身份的诗哇，迄叫做定枪诗啦，定场诗啦，哦有无？就是啥？哦，啊若迄个三花就是啥呢？烧香啊，烧香啊出来者，下尾，哦一天过了又一天，
啊，身躯无洗，全身，走去溪仔洗3遍，头4箍仔鱼数万千，毋是安尼吼，迄个代表是啥？三花啊啦，吼，就小挑啦，有无？吼，啊若迄啥，像迄个安娘啊，有无？安娘出来就安尼大嘛，吼，啊有小大、老大的分别对无？吼，有诶较老，有诶较幼气有无？吼，啊就爱有应该讲诶话，啊嘛有迄啥生啦，小生、老生有无？吼，是毋是安尼？吼。好啦吼，啊，迄只好算啥？武上拍好迄个好算生，还是算大，还是算三花，还是算奸臣？拢毋是嘛，对无？无啦，甲恁骗咧。迄只好啊吼，叫做杂啦，其他啦，其他的意思啦，吼，其他的啦，迄好啦、马啦，迄拢毋是算角色啦，迄拢其他啦。安晓啦吼，晓啦吼，所以呢吼。咱吼，你看，所以这个民间的戏剧有遮侪学问，对无？是毋是安尼？所以吼，值得咱就是讲，其实咱莫看袂起咱家己的物件啦，吼。所以刷落来呢吼，咱要讲这个民间戏剧也是民间文化的在地化啦。因为我一定要趁这个机会破除大家一寡迷思啦。大家真侪迷思就讲啊吼，咱这好的物件拢中国传来啦，吼。其实咱吼有经过一个在地化的过程啦。咱对戏剧来时来讲，吼，人讲食肉食三赞，看戏安怎？看乱弹，都白大，对啦，烂弹。食肉食三赞。看戏爱看烂弹啦，吼，烂弹哪写乱弹？你若念乱弹就袂押韵对无？食肉食三赞是安怎？较好食，因为有瘦够有肥对无？袂伤瘦，袂伤肥对无？吼，若烂弹戏是啥物戏？恁知影？北管啦，恁知影全世界第一张的迄个南管的 CD 是伫倒个鸦片仔无？倒一个国家恁知影？法国啦。全世界第一片南管的 CD 是伫法国下的哦。伊讲啥？这古典音乐啊，古典音乐啦，吼。所以过年的时啊吼，庙里会放南管无？袂，因为古典音乐清雅中正，真无聊。是不是安尼？过年来闹热嘛，所以爱放北管啦。北管就是，若讲用古典音乐来比喻南管。若安尼吼，就爱用流行音乐来比喻北管，安晓啦吼。所以吼，北管就是流行音乐啦。所以看戏当然咱爱看武戏较济咧啊。一日到毋伫遐哀，毋知咧哀啥戏，即看久嘛会神对无？所以吼，食肉食三赞，看戏看烂弹，迄个烂弹就是北管戏啦，简单。啥物叫乱弹？因为古早吼，伫中国传入北管传入来台湾的时候，迄人阵吼用中国的语言唱的，你知影？各位台湾人就讲，就拢听无，像恁早去看迄华语的布袋戏共款无？迄个无迄个气味啊，所以台湾人吼，怎甲伊用台语去唱迄个北管戏，你知影？用台语唱北管戏以后，因就讲安怎？你们这个不正宗哦，不道地哦，不地道哦，我们这个叫做正音。你们这是乱弹的，好不好？就叫伊乱弹啦，乱弹啦。但是到尾正音留落来是乱弹留落来，乱弹留落来，因为用中文咱无人要看，对吧？所以正音颠倒无去啊，乱弹、乱弹颠倒留落来。这就是啥物件？这就是在地化。咱头仔毋是讲中国是咖喱戏对无？到台湾就变布袋戏哇，就本来遮细间哦，红啊，你知影即摆霹雳布袋戏有偌大身无？一身红啊有偌大无？遮大，半个人，规个人软入去内底安尼演的哦，已经是用手的咱解决啦，规个人软入去内底演啦，你看，迄就是在地化的过程啦。吼，咱来讲信用嘛是共款啦，吼。人讲何老师，你是讲妈祖，妈祖就是林默娘嘛，对吧？你有想过无？林默娘是安怎变妈祖婆的？一个是娘，一个是婆，你有发现无？林默娘妈祖婆，你有大家人无？有无？有去行过妈祖无？人讲3月烧妈祖，你知影 ？Discovery 吼，专工去台湾翕迄个3月烧妈祖，就是大甲妈示景啦，有无？安尼示迄个情形啦，你知影伊甲伊讲吼，这是全世界3大宗教游行之一啦。甲迄什物，麦加有一个什物哭墙有无？伫遐，印度的迄个恒河毋是有洗礼有无？较济啦，3大，
一年拢有哪超过10万人参加啦，超过10万人参加，啊，这10万人啊吼，敢拢讨海人？毋是啦，这10万人内底讨海人可有1000个无，对无？是毋是安尼？吼，啊是安怎？海神林默娘就凯个啊，无代无志变做10万人会去参加。我互你看一寡妈祖，中国的妈祖生做安尼啦，天津天后宫啦，皮肤啥物色？皮肤啥物色的面？皮肤色对吧？哦，啊，这福建的妈祖啦，啥物色的面？皮肤色的面对吧？吼，你看吼，啊，敢有先台湾的妈祖？这两身敢有先台湾的妈祖？无啦，你一看袂讲，伊是妈祖，你像这毋知啥物神对吧？台湾的妈祖生做啥款？生做即款啦，是毋是安尼？是毋是安尼？你注意看无？迄个啥？中国的妈祖啊吼，是迄个少女面有无？有无？啊，台湾的妈祖是啥？中年妇女的面对无？是安怎？是安怎？是安怎？我问恁啦吼，妈祖啊吼，拢送去行较济，啥物年龄层去行较济？中年以上啦，有无？吼，迄老岁啊，迄有诶啊吼，平常时叫伊去巷仔口买一个物件，伊转来就细细念啊，哎呀，我骹酸啦，我腰才骨咧疼，恁这个囝儿是说不好啦，安怎安怎有无？就细细念啊，迄种诶去行大甲妈，行大甲妈行偌久？8工7暝。自头行到尾，毋捌讲半句骹酸啊！是安怎？你知吼？是安怎？是安怎？信用嘛，吼，对无？啊，是安怎信用安尼？其实有一个原因啦，吼。迄个是毋是咱活到即把年纪啊？吼，拢有心内足侪郁卒的，对无？啊，郁卒要讲互谁听？讲互翁听，讲互某听。拜托诶，莫去念啊！我已经听60年啊，你会当换别项无？是毋是安尼？头我咧就出去啊，对无？是毋是安尼？好啦，啊，讲互囡仔听，讲互迄个啥囝查某囝听，媳妇听，我安怎？人咧无闲对无？人无闲拼事业，人无闲咧读册，啥有时间插你对无？一年就见无几届咧，要听你讲迄对无？哦，啊，若讲互孙仔听咧，哦有啦，孙仔会听你讲啦，但是听无。阿妈你讲啥？阿公你讲啥？哇，伊就听无，啊，所以要讲互谁听？妈祖听啦，对无？啊，你会甲你的心事讲一个18岁面的少女听无？袂啦，因为安怎无安全感对无？所以咧吼，林默娘几岁死去？差不多就18岁、20岁死去对无？吼，啊死去以后还可会老无？袂老对无？吼，所以中国的妈祖是即个型啦，就是林默娘的型啦，吼，造型啦，有无？吼，少女的模样对无？啊，但是咱台湾叫我甲话讲心事讲互这少女听吼，我一定心内 OS 讲你是捌一箍蚶汉字啊，是毋是安尼？吼，所以讲互谁听啊？讲互妈妈听啦，有无？所以妈祖伊伫台湾伊的功能是全台湾人的妈妈啦，所以一定爱生做较老的，有无？是毋是安尼？所以妈祖来台湾对林默娘就要妈祖抱啊，好无？哦，啊，再来，咱谁若无皮肤色的妈祖，嘛无白色的妈祖。迄你若看迄白色的妈祖是皮肤色的妈祖啊吼，迄拢中国来啦，迄拢毋是台湾的啦吼。啊，你讲有个人讲老师，你迄个吼用白叶啊刻的迄个白色啊，废话，我是讲会当擦色的啦吼。迄咱来迄材料的色的就无哦，迄会当擦色。妈祖啊，好，今仔日你公司要祈求趁钱啦。你要请一身妈祖去踩伫恁门口，一开门一入去的所在就是一身妈祖对无？保庇你趁钱，请问倒一色的妈祖要赢倒？倒一色？你要请倒一色的妈祖？无，这三色啦，这三色。粉红色对无？你着请红色、粉红色的妈祖倒，保庇你公司大趁钱。啊，若即个所在定定出车祸，庄仔头袂安宁，要顶线，要请啥物色的？乌面对吧？吼，乌面啦对吧？所以吼，妈祖因为管的代志太济，你知伊嘛较钟馗抢先礼对吧？吼，伊嘛去顶线喎，伊嘛较在心也抢先礼讲，所以吼。因为伊无共的功能，所以伊的面需要无共色，你知影？哦，咱中国敢若一个功能叫做海神，有无？敢若讨海人去甲拜名，其他人拢无咧拜妈祖，啊，所以来到台湾有完全无共无？面型啊嘛变老啊，啊色水嘛毋是皮肤色，毋是白色，好无？所以完全无共啊，有无？你有发现无？吼，咱有一句俗语讲啥？大马顶殿，后来我问你啦吼。嘿，我问你啊，妈祖若出巡庙林，是毋是就无妈祖啊？有，啊，就无通去拜啊，对无？毋对啦，毋对啦，吼！
来，我跟你讲，什么这妈祖出巡？一间庙内底有带妈祖 A、妈祖 B、妈祖 C 啦，吼，安尼啦吼。啊，有一天啊吼，妈祖 C 要出巡啊啦，啊伊沿路经过妈祖 D、妈祖 E、妈祖 F 遐啦，吼，最后来到妈祖 G 的庙，吼，伫遐停，啊停了后，再去转来安尼吼，安尼听有无？迄一间庙内底啊吼，有足侪妈祖的啦，吼。甚至啊吼，上重要、上主要、上大仙摆伫正中有啊，迄仙叫做大马啦。大马镇殿会当出巡无？袂使啦，出巡大家要拜啥？迄妈祖庙落倒对无吼？对哦，大马镇殿无咧叮当的啦，二马就陪伊啦，食便啦、神煞啦，吼，对无吼？神煞啦吼，所以二马是迄个啥？对数的，所以两仙妈祖一定拢伫庙内底啦，大马甲二马，啊，啥物倒一马爱出来？三马出阵啦，有啊吼，三马，啊所以有另外一个俗语讲，大马坐殿，二马食便，三马爱人耕，四马盐尻川。啥叫做四马盐尻川？你知影？迄古早吼，台湾的医药无发展的时候，拢相信讲迄妈祖啊吼，咱伊囡仔若半暝发烧还是啥，吼，一直哭的，迄个妈祖的尻川遐个，哇，抠一寡香菇落来哇，吼，毋是香菇啦，抠一寡迄个茶菇还是灰仔的菇。啊，浇迄个滚水辣辣的，安尼啉落就会当啊，你若就退烧啦。啊，我问你啦，大马镇殿敢牵即回安尼哦？袂使对无吼？啊，三马要出阵，敢会当安尼回哦？袂使，啊，你出去了，看到尻川一空安尼出去敢好？所以吼，四马较可怜，对吧？所以你若迄较老的庙，迄拢有一身妈祖啊吼，即摆拢垫伫倒顶有无？是安怎？伊惊你摕起来就看到伊尻川一空安尼啦，因为即摆已经无咧学啊，即摆送咧学对吧？吼。所以，迄个是四马啦，安尼听有无？盐尻川啦，吼，是毋是安尼？因为安怎？台湾的妈祖，你看可以甲先生人、医生人抢工课，你看，妈祖安怎？无所不在，台湾的妈祖已经变成是一种啥？全民的信仰啦。你知影中国啊吼，的妈祖啊吼，迄当阵伫宋朝的时，原本就是一个林默娘，迄是啥？你知影？迄是女巫啦。巫婆啦，加在迄当阵中国巫婆毋免徛扫帚对吧？啊无啊妈祖经历看妈祖徛是扫帚啊，像迄个放假共款无，加在毋免啦。啊女巫啥啊变成最后变成较厉害的神，因为啊吼，迄当阵元朝是派一堆人去拍日本对吧？啊拍日本毋是拄着风台全部拢真个主将死，兵啊总死，干那副将一个转来，安尼会使无？袂使啦，爱抬头对无？转来嘛爱抬头啦。谁哦，你会当主将拢死去啊？啊下面兵啊拢死，干那你一个转来对无？爱抬头对无？所以转来足惊，你就想着，哎呀，阮迄个庄头啊吼，有一个巫婆啦，吼，我讲啊，皇帝啊，吼，皇上啊，详细情形是安尼啦。阮着拄着风台三三，我嘛想讲要死啊。结果雄雄天顶有一身神。哇！迄就是迄个查某囡仔生做安怎，迄就是阮庄头迄个林默娘，啥物迄神，哦，就走来讲，你伫世间的任务还未完成，来对我来，啊，就甲我救倒来啦吼。啊神甲伊救倒来，皇帝敢甲刣无？毋敢对无？所以就哇对无？是毋是安尼？啊，皇帝讲好啦，啊无安尼啦，吼，啊，迄个林默娘，迄个就甲伊修饰一个神位啦，吼。伊就变啥物妃啦吼，就是迄个第二、第三个迄个，毋是正某啦吼，对吧？迄个，啊，过来慢慢一直升，啊，就变成妈祖娘啊吼，啊，过来天上圣庙，有无？所以呢吼，所有的拢在地化啦。你看，体态对少女变中年欧巴桑啦，吼，皮肤的色变白色，还是皮肤色变成乌红、粉红啦。啊，功能对海神变万灵的妈妈啦。安尼敢了是共一个神？安尼其实敢若名共款尔对无？实际上伊的功能嘛有啊，皮肤嘛有啊，身材嘛有啊，安尼敢了共一个人对无？拢无共神啊对无？这叫做啥？你知影？这叫做在地化啦。而且吼，你知影台湾的妈祖啊吼，你来去台湾的庙里看，台湾的妈祖就是像迄个你去超级市场共款有无？开架式有无？哇，规个岛啊拢妈祖有无？是毋是安尼？你入去啊，迄规只岛啊拢妈祖啦，安尼摆一身，规个，是安怎？你若台湾人爱欣赏伫恁厝里，啊，你要搬厝摆袂落，要安怎？等你分数趁，会使无？袂使对无？爱安怎？请去庙里对无？啊，
啊，等到有人要搁请伫庙里，搁请转去哇，是毋是安尼？所以摆甲一堆啦。啊，你若去中国看，中国的妈祖啊吼，伊是就是真清气啦，伊就是上主要迄2仙3仙菜伫遐，其他拢无神像哦，拢无哦。啊，咱是菜甲咧，哇，倒啊拢白白白的咧，有无？吼，是毋是安尼？所以迄完全拢无共啦，迄完全拢无共，就算是你讲什么共款来源啥，但是到台湾以后，全部拢本土化去啊。吼，所以咱讲啊吼，一个所在会发展出一个所在特别的文化，啊，这个文化是建立在这个所在的语言顶悬，啊，这个语言啊吼，就是代表，就是讲会当传承落无。就是这个文化会当继续无真重要的部分。啊，这个文化若继续传承，咱就会当甲伊称作是咱甲别人无共款的所在啦。3人乐团的主唱叫 Freddie 对吧？哦，迄个 Freddie 啊吼，已经即摆去做日本人嘛，对吧？时代。